Kelas nami Sentolong Sunan, Petasan Lupas. 万荣太鲁阁族教育小学课程架构图，以阿给那哈高乌杜及嘎雅为核心，设计出3大主轴、6类内涵、9大主题、27项的教学项目，其中课程内容分成9个主题，分别为山林智慧、狩猎文化、农作饮食、信仰礼俗、岁时记忆、文学史籍、迁徙历史、部落家族、工艺乐舞，又再细分出27项的教学项目。本校课程营造多元、快乐、适性的教学氛围，端正学童良善品德、行素、共有、共好，具有国际观的人民素养，培养未来公民的社会行动力与竞争力，借由课程学习遵守嘎雅的精神，成为一位德鲁古巴代。